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停通的时间了哟。我是永勋，今日要教大家是保健运动，请放起来同先生来做运动哦。今家来同先生来学动作哦，来做暖身，两只脚打开来，身体平顺，来做一个往后旋转的杆跳。在前面捞，用手的手来左右摆动。好，来做停留，肚子舒红来。我会绑动的腰椎、脊椎，弯片，来继续来做摆动。好，双手并一下，我的额头，好底下。往下弯，往后弯，再摆。好，用只手把那个腰位来把眼看呢。带动我的脚趾条平顺，好，弯片，更加来运动的。髋关节捞起来，重新晒一下另外一边哦，要企稳哦。老人家做唔到唔怕，可以板轮一个凳呢，板轮沙发椅，坐嘅仲可以哈。好，来弯片。用只手从诶抬腿，还有脑背，好来扑下去，再扑上来哦。来弯脚，慢慢地扑下去，伸腿，再扑过来，抬腿，再扑到腰位。好，来更加同个手打出来，好，碰个抬腿的外侧，抬腿外侧，慢慢的下去。好，来弯腳嘅哦。
更加嘞做一个动作，让个头脑更灵活、更加清晰哦。好，来搞茶，尽量看描到树的花，描到的脚，还有天来。用顺的脚七条，前后甩动，再来，安尼扑打呢下腹部，好，松摆安尼有搞到关元穴同埋个血海穴中还肚脐下背，好，扑打，左右扑打。更加咧，加松安尼脚，伸出去来。好，更加加上菱形步哦，训练的反应哦。扑打腹部嘛，有咧好处。好，像 V 中啊、V 重毛啊，嘛可以扑打。好，像扑打肚脐的四周围，嘛可以消除胀气呀。V 毛的人，好去刺激安尼 V 重的那个穴道。好，来准备哦，菱形步。两只手，好，最米。加速可以消除腹部的脂肪啊，像为太唔出来的，好就可以一片打打啊，我们下腹部打打啊，因为虫的可以蠕动，增加它的蠕动能力。好，我感觉骨架。用手，好了，扑打你腳嘅哦。好，来呼吸咯，扑打下去，再過來。弯片。
变松。好，两只手打开来，托下去。完片哦。好，慢慢的，来做手势，用只脚打开来，手弓起起，跳起。头头的动作好不好嘛？接下来吞先生来好新的动作个，接下来吞先生来好动作个，请来做暖身的动作，来吞两只脚打开来，好，用双的手来左右摆动，左右摆动，吞的腰尾来。做一个暖身，好，慢慢的，一节一节，好来做两骨咯，来着重睇两骨的地方哦。好，颈椎，慢慢的，胸口下去，来瞄到天来，一节一节下去，因为刚刚的。两骨一节一节下去变松，跳那变松，好一节一节放来。平常个小运动咧，你做下动作的时间，你会听到啪啪啪的声音。好，你会吞咧两骨吞两骨，哈，只放来地方打开来。好，来跳那下去，慢慢的瞄到天来，手变松，跳那变松，再一节一节尾椎、腰椎、胸椎，再颈椎，好。打开来的手，双手合十，来让的跳拿，好，你在左右摆动。因为刚刚一片我个软有绑到。好，来做扭转，规个中间，尽量哦，你的手掌要打开来，莫变安尼，哈，打开来，胸口嘛打开来，好，来做一个扭转。好，再来安尼加上安尼个腰尾，还用个脚左右，个脚轮流腾上来。平常啊，我腰酸背痛啊，都可以做下动作。好，扭转，这样两只手把那个腰尾，好，
来护你的腰，也会鸦片。好嘞，老阳拳呢，老太拳，3、4，来弯片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大家两只脚打开来，与肩同宽。好，并顺的脚一条，在前面尽量的数，骨下去，并顺的腰位做甩动。大家冲五的，好，鱼跃龙门，双手合十，好，脚一只脚伸出去，安尼咧五个啊，金鱼、海豚用的，深入水底，看你辛苦，秒动的听来冇，慢慢的伸出，好，再来。沉入海底，等一下要跃上龙门喽！飞龙神车再搭车，啊，无方法都挺难，愈多一般愈好诶。好，看你的状况而定哦，吼。大家来弯片，用沉入海底，鱼跃龙门。好，更加甲困难的波动的巨龙，好，我也会并顺，好，一节一节收缩、伸出、收缩、伸出，像海浪用的，规个有骨会变得柔软。一节一节，手都是竖起来，一节节打开来，打开来，这份慢慢的、轻轻的扣上来。慢慢的走，前面迄样的感觉。并顺，甩动的双手，好，用只手，十指交扣，用个后脑勺，还记得头都会通胀吗？侧弯，记得咯，哎，手肘、手掌，哎，打开来哦，来加上的脚挺，扭腰。
双手来护你的腰，来做360度的旋转。来运动的腰骨，我上人痛的都放来做，多做几摆。好，弯片。波动巨龙，双手合十，沉下去，鱼跃龙门，口也发开，苗都听来。好，来弯片哦。这米咧波动的巨龙，像海浪用诶，用สู像波浪。更加来做一个缓和，手拱来起起，跳起。今日动作很好玩吗？明日要记得同先生来做运动哦。停通，按下次，那来了。